正常嘅碌手練習，我哋有4式嘅練習。4式練習之後咧，就可以循環不息。第一式我右手內門就標掌，佢就窒我綁手，呢隻綁手係。咁第二式我綁手出左拳，佢就練緊個攤手嘅力。第三式我抽後出直拳，綁手，佢就兩邊都接晒啦，保護翻自己。第四式轉綁手，我轉上嚟標手，佢就窒翻我，呢個就第四式圈手同標掌再做，跟住我就做第五式綁手出直拳，又係練翻佢嘅攤力。左手再標掌，又係練翻佢嘅隻手，跟住我就轉右手去內標掌，佢又練翻佢嘅隻手，佢就雙伏手啦。我左手出直拳，佢就練翻個攤手。咁希望大家就練到呢4下嘅動作，循環不息咁樣。右手內門標掌，係啦。第二式右手綁手，左手直拳，唔好用。第三式抽後右手出直拳，係。第四式轉左手入嚟，轉入嚟標掌，係啦。咁咪做晒啦！我要保護住我自己呢隻手，我晾住同綁手，呢隻手我窒住，可以嘛？你試下，再試過啦。左手咁咪左手標掌，係，跟住左手綁手，右手出直拳，啱啦，右手出直拳，唔使喐，係啦，唔好轉個身，係，唔使轉個身，係啦。跟住，右手圈入嚟，內門，係。第一式標掌，第二式綁手出直拳，第三式抽後出直拳，第四式圈手標掌。但係你呢個係撳得好大嘅，左手撳得好大，你感覺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如果快嘅，攤，好啊，成日攤，係又撳緊，同埋你頭先咧係攤嘅時候咧，你拉後隻手啊，你知覺唔覺得？佢又冇即係變攤啫。唔好拉我，係啦，你做咩要踎低？又拉咗我啦，係啦。